我为宫门挂起红灯，也好让驸马早些进宫。四孩们，宫门挂起红灯，等驸马回宫，拜宴四嘿。是我当谁的？你当谁红灯是何意？我却问你，这世界之上，何贼为他？天地为他，何贼为真？父母为真。你出家的时候，孝顺父母。那出家之后与你曾经公婆，你既知出家之后尊敬公婆，其实是你公婆73岁，你为何不去拜岁与我？今日是汾阳王寿诞节，文武百官都到齐，众兄嫂呈上桌得来拜岁，至于我独自一人逍遥记，我另应怎样的做福利？你不去拜岁是何意？来，你当我不把公婆敬，我想你不拿不自理。还说是我不自理，分明是你把我的娘看不起。并非我不敬公婆不拜寿，从来是君拜臣父子礼。君臣名分谁有定？你家与不家便是我归的妻。哪一个儿媳不把公婆拜？哪一个丈夫见妻要应大礼？我在找你为不忙，比不得民间富裕妻。你要知道，你我的身份不能比，凤凰掐了与高低。你是当家的陈明子，我乃是金枝玉叶的皇帝后。
啊，可那也，就算你是亲子牛业的王女，为何与我配夫妻？事情起于家与我，就应该前去拜寿那里？知不道君为贵，臣为贼，我岂肯与你国家打头的？说什么君臣分贵贱？就是那东宫太子也来拜寿送寿礼，他定是奉了父王的旨意，不得不去呀。早啊！那东宫太子奉了父王之意前去拜寿，况且起来就是你父王嘛。父王怎么样？他虽不能前去拜寿，也要备上一份寿礼，何况是你？我又怎么样？你是汾阳王的儿媳，莫怪的妻子。只看你国家虽有一些功劳，尽管看出光爷藐视我皇家，啥不是我皇家的恩泽，哪有你国家付出的富贵？呸！你是到国家富贵千丈的，听我把旧事来提一提。万若三七兵犯荆棘，眼见的淌着天下花灰泥，一道的江山从不起，多亏那汾阳王国子你，大多是父子们东到西山，乱阵不做才沙场。各位，你父怎能做皇帝？各位，你大胆！一派光阴是当的承受，今是何理？鞠躬是他刘范义，藐视君王，把我弃。怪不得你进宫来，不得我迎君成礼，怪不得当时红灯会供你，在我进宫去典礼，到父王家里见高低。休长你父亲是皇帝，休长你是公子把手妻，驸马爷亲自要家兄弟。我倒要看你怎样的教训。我不但要教训你，我还要打你。你打，你打，
春心凤凰翻配无恙气。当时只管难消气，再怕龙凤反报应，自然那带路进内宫。到了玉小鬼，不平算不义，哼哼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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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无所江山非容易，且命文武报谁记？快乐山草翻天下乱，重新唐诗现场不自已。无所以封他前世分阳王，公子与他为儿媳。今日是分阳王兄圣诞节，明太子拜寿司礼，黄昏宴水公园，御饭虽得
来得在里，父王跟前所相惜。是啊，不要地可，慢慢讲嘞。不要地可，与我慢慢地讲嘞。我必拆开。泪似雨啊，知道。万岁！王儿往日为公，欢天喜地，今日为公，为吾是此模样啊！我也不知道啊，王儿。王儿休要哭啼啼，与我为却细细诉，那一股他带关起里，只可恨姑驸马，驸马怎样？啊，知道。驸马是从早前以来是从来不为喝酒的呀。是啊，我也知道驸马他从来不会饮酒，但不知这酒这儿是从何而起。我驸马他本来不会饮酒，可早前以后就今日一杯，明日一盏，大大的吃起酒来了。他吃酒不吃酒，关于王儿怎样？哦，不要哭，快讲。今日是本阳王寿诞节，他要我去拜寿凤凰府里。是啊，今日是你公婆寿诞之际，想必你东去拜寿了。而我怎么还在宫中做什么？与四孩儿们与四儿们一同去了。而与四孩儿们与我去了。啊！今日是你公婆寿诞之际，你金孙不去拜寿？当王家之女，连这点礼仪都不知道了。是啊，王家之女连礼仪都不知道了。好不懂事的孩子，知道你我坐下，不要去睬他。阳王妃子二公的，你王家讲的是君臣礼敬，四众万古分天地，君拜臣不可以。王儿身王无道理，且听王教道理，冷气国法儿是君，人家把你是国家的儿媳，你为什么应该去拜寿？拜不得，你不去拜寿，少礼仪。拜不得，拜不得，父王，你是拜不得，拜得的，拜不得。哎，还要是拜不得，拜不得。那帮有你母儿，同你母儿去讲，父王我不爱听你的话，下人。
还了得。十人国法莫要失去，十人家法，国家是你公的，你是国家儿媳，应当要背，真是拜不得，拜不得，拜得的，拜不得么？你是拜不得。好好好好好，你是拜不得就算拜不得。既是拜不得，莫得父王去讲。你自己去讲。你我去讲。好好好好，我去我去。啊，范岁，你就是让一声拜不得，哄得王儿他不哭了，也哭往下坟啊！怎么？只叫我说一声拜不得，他就不哭了？哼！好好好，拜不得，拜不得。本来就是拜不得嘛。往下讲。父王，他进宫内不应君臣礼，拜王府里把儿来请。他怎样欺你呢？哎呀，父王啊，他英雄不还好父亲。英雄，他把我一掌推到城儿地，他那里转打左右踢，打得我遍体鳞伤不辞避。啊！哎呀，爹娘啊，没法子，只有来见你老弟弟。这个小鬼，我王儿忠顺不去背受，你也不该当起姑的王儿来呀！是啊，驸马他尽管当我的王儿，怎还了得？哎呦，快去快来，是青纱还是红纱？啊，王儿，驸马他当你伤在哪里？快去母儿观看。母儿，驸马他真的打我了，母儿还看什么？哎，看了伤，你父王好与你做主啊！母儿，你一定要看。一定要看。母儿，来，伤在哪里呀？怎么你没有伤？雨伞。啊，万岁！驸马他当了王儿，当得他浑身上下浑身。哎呀呀呀，是青纱还是红纱啊？王儿谁伤，我也没有看见呀。你呀，偌大的年纪，连这点小事你都办不了。待国王亲自来念上。啊，王儿，那驸马当你的是青纱还是红纱？待吴王困过，也好与儿做主啊。父王，
看过了，父王你不用再看了。你没看了不算数，王我一定要看。怎么？父王你一定要看？要看。此次你就看。你看，一点伤也没有。哦，原来你来设法。父王，我虽然没有伤，恰实是的被他打了一仗。小夫妻争吵，乃是常事，你不该见得公来拨弄是非，看是遍体鳞伤，真正该打，实实的该打。你看，被你宠成这个样子，怎么但是是我宠？难道你还没有宠我们把他宠成这个样子，由他去，你我坐下，不要去睬他。怎讲？他知道江山千长不知你，啥不是父子小传在沙场，父王你哪能做皇帝？好一个小奴才！你夫妻争吵到晚罢了，怎么动不动就提起国王的江山来了？是啊，他不该提起父王的江山。不，我这为此将在国外，唯恐国之义心生疑念，有道是小不忍则论大谋，国王岂能因小而失大？知道万岁！你可记得当年国王兄手握两京，下嫁封王之事？记得。那时候先王爷陈设大唐江山有情在上，先王爷也是此设法，看来这大唐江山是国家争下的喽。那与驸马有什么相关呢？是啊，这大唐江山本来还是国家争下的。父王，这大唐江山还是先王爷留下的。分明是国家争下的，真实是留下的，留下的，争下的，留下的，争下的，留下的，父王你是留下的。还要是留下的，那帮有你莫呀，都你莫去讲，我不爱听你的话，瞎猜，哼，这完了的。
大唐江山分明是国家征下的，真说是留下的。留下的，母儿你是留下的。哦，你说是留下去，算是留下的。但你勿忘去讲。你我去讲。什么？还要我去讲啊？你我去讲。哦，好，我去。你呀，真把你宠惯了。啊，万岁！你就是让一声留下的，娃儿他就不可了。什么？还要我说？好，留下的。本来就是留下的嘛。阿父王，你是那驸马，他该讲吗？人理是不该讲。好，既是人理不该讲，父王就该讲在于他。本该讲在于他，困在王儿门上，眼就少过了。哎呀，少不得，少得，少不得。驸马英雄我是体面，今次月夜怎能把头低？君王要与我出气，你要怎样出气？叫他打，叫他斩。啊！你不当不斩，儿不义。好，王就与你出气。小鬼太无理，他不该把我的江山的明日早早上京天，宰了国与儿成亲。哎呀，万岁！小夫妻争吵乃是平常之事，又不生这么大的气呀。此事难道罢了不成？哎呀，小孩子家说出了一句话，也就说了。哎，哪有这样容易哟？说什么年月苦少时，他藐视不忘把王儿亲，杀了他以来真国防。父啊，哪儿来？免得我王儿再受他的气。哎呀，你看你我真的生气了，我你真生得了。他真宰了小鬼，叫我心中真杀的。哎呀！莫黑，来！哎呀，莫黑，来！哎呀，好，我去，快去！啊，万岁
皇儿为心已转移，万岁何必真生气？更何况是从盘古分天地，那与孤岳父参与戏，倒不是明日早早上天去，将驸马的棍子，将他的棍子给取了。要加增三级皇上的。自动生话太无理，不给屁股你去。小鬼当王儿，他出言无理，他外官替他的功劳把骨气。我越思越想，越有气。也罢，明日早早我定要将官。要叫他怎样？我要将他千刀万剐，问不必。父王的息怒在小气，你要在驸马尔虞我的。方才不是你要吾王将他宰了吗？世间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还奢望遇到你，那如果岳父在女婿，孩儿年逾孩子气，我奢望不知告与
的众生有你母语作伴，而不必独旅。我只落得富康无依，故在贵是家义。他母女一往查了记，怎知孤心另有意。啊，万岁，你到哪里去呀？时日不早，后宫安息去了。你将驸马之事，明日早早，王师有发落啊！你要将他怎样的发落？我看你呀，真是个老母狗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父王，哎呀，父王要把驸马怎样发落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母这件事啊，都是你自己杀出来的。母儿，父王要是真的宰了驸马，哼，还不易。哎呀，母儿，哎呀，母儿，母儿。为对来教子多，望儿君才。驸马，母儿，我的儿进宫来，娘心欢喜。夫妻不可长争吵，同来见过茉莉。我劝驸马，公子，好驸马儿。少年夫妻争吵几句，算不了什么。上前兼顾道理，也就好了。来，
与他千里，我也不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一个到东，一个西，王家子女真不争气，唐啥不听吴王爷，莫怪吴王要当你。什么？驸马在后宫我没有当官，父王你要当？好，谁与你当？谁与你当？谁与你当嘛？你看，被你宠成这个样子。怎么？但是是我宠，难道你以为没有宠过我他？会把他宠成这个样子，由他去。驸马儿听旨，父皇，顾王存自从今之后，将宫门红灯免去了。谢父王。父王，你把什么免了？将宫门红灯灭了啊！哎呀，父王，这宫门红灯免不得，父王说免得，须免得，免不得，免得，免不得，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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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。不但将宫门红灯灭了，就是连军政大礼也灭了。谢父王。父王，你欲把什么免了？把军政大礼灭了，与你有什么相关？哎呀，父王，这宫门红灯灭就灭了，这军政大礼可万万免不得。为何免不得？而我要威风你，父王说免得，须免得，免不得，免得，免不得，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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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。顾王是灭了就灭了，驸马儿听旨。唐家公子在得罪你，全当主听，我不管你。父王传旨将你当。你要是真的当他呀，不言不义。少年之人心情刚，你上前去劝一劝你的儿婿。林子，驸马孩郎，莫去。劝驸马虽要孩子气，我爱女儿，更爱女婿。公子他是有教养观，就是父王失宠了他还不义。君才女不备受，是他负理。你不该将他全当作妻。
了夫妻相亲相爱4余岁，爹娘结了都欢喜，好言相劝先为你。那一股曹母娘不爱女婿，劝罢了女婿，劝母女，娃儿为娘今日要教导你，你虽是帝王女，嫁到国家是儿媳，倘若是你父王谁担起那驸马簿来，你不依。想想别人在想自己，你不该请得公来办是非。来，夫妻从前和睦里，到分娘再与你共地去赔礼。好驸马，叫声公子，叫一声驸马。上些叫声妈，叫不来的，怎么叫不来的？哎呀，父王，公子，驸马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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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驸马，明日一早带公子给凤阳王赔礼。父王，公子，你到哪里去？做什么？你在父王面前追了我好大一本账啊！你在二宫打得我好大的一个巴掌，难道我就当你不得？难道我就追你不得？此次我还要你打，哪个上得当你哟？公子是事实相驸马有礼了。